会不会担心，就是说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批评你，就是说好像现在就是感觉上就是台北市的市政你是疏忽了。不会啦，我跟你讲，我上班时间还是比绝大多数的县市首长都多了。这个是否原因哦？我想我们还是给专业处理。不过我大概知道，因为是施工造成的一些疏失的哈。不过我觉得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当然第一步，我们现在是先停止营业嘛哈。第二，要保全证据的哈，因为事实上起火原因还是要交给专家来做鉴定的啊。所以在专家鉴定还没出来之前，我们也不用去据下结论了。所以第一步就是停业，然后封锁现场做调查。市长，因为刚刚我们是说，它是因为施工所以关掉了所有的5个消防设备，这个你们会做什么惩处还是？惩处是这样的哦，我的态度啦哦，当然出事了哦，先把责任厘清以后，要处罚再处罚了。所以当然我们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啊。不过我想最后的细节哈，还是要警方啦哈，还有这个鉴识科有做最后的鉴定以后再来处理啊。因为现在都已经快4点了，然后雨才出现，大家都质疑说消失了这快5个小时，里面到底去哪里？昨天我们去高雄开那个市政国政训练班嘛哈，所以我就再转到枋寮，所以我听到消息以后就回来了。大家都质疑就是说动作很慢，然后出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却是副市长。那因为我早上没有在台北啊，所以不过这样的，台北市这么大的组织，你知道啊，一定有第一线、第二线、后备人力都有啊。那会不会担心，就是说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批评你，就是说好像现在就是感觉上就是台北市的市政你是疏忽了。不会啦，我跟你讲，我上班时间还是比绝大多数的县市首长都多了。这个还有外供哦，网络批评，每天都在被批评，该做就做就好了。所以有打算要加强安检，因为现在重新台北市的整个前队各种行业都会重新的来。其实应该我想消防局有报告过，3月30号他其实他都还是安检，他还是有过嘛。我想是主要是一些关掉了，那个警报器关掉，所以其实该做检查的我们还是会做的。不过这可能我们要修改一下，将来应该不要标准做法是在整修的时候，如果要营业的话，应该有个规范的，不应当一边整修一边整修哈，然后一边还在营业，这可能那是我们自己要再去想想看，这个要怎么处理啊。